这囝，十这囝，准备叫你来打水，你敢要来遮落雨？啊？我说要。啊！你这无爸无母十这囝，你我说要。准备叫你来打水，你敢要来遮落雨？啊！你这无爸无母十这囝，你我说要你。有了是安怎？这无爸无母水中漂流的气呀！恁老爸无爱你，恁老母无爱你，你就是十这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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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这囝！德清，你的老爸叫做德古，是山西太原的总兵。你还阁有一个姑庙，叫做德千金。当年被选入宫为秀女，无偌久，钦差孙秀来报乡信，讲你的姑庙悲伤过度，调刀来自尽。后来，你的老爸就安尼辞官退职，回故乡西河县小阳川。黄河做水灾，恁一家被水冲刷，你的阿爹心落，你的阿母，甲你的阿姊，就安尼行风不明。为师叫你回山的时，你的身躯只有干那这只血结的结鸳鸯。那这只血结结鸳鸯，算起来是恁德家的传家之宝，应该是有一对。你以后若下山要找你的亲人，就爱找有血结结鸳鸯的人，就是恁德家的亲人。做不休，风吹冲山天轮情，水弯流为边疆田，爱何自别亲邻。相思，大海落接万觅亲。昨外年来无音信，深思难安也难眠。参见母后。你为凤梨，为什么无踮咧书房读书？母后，人先生讲哦，我辟地文章拢做啊真好，所以特别放阮半工假呢。是啊。我要离家的时阵，大嫂已经是有怀孕胎产。毋知是生查甫的，也是生查某，算起来是比因两个大有几岁。可惜，我这个做姑庙的人，竟然咧毋知影大嫂生的是查甫的，也是查某。你哪伫咧伤心？是啊，母后，你又搁伫咧哭啊？安怎？恁两个又搁掠你的母后伫咧伤心嘛？无啊，父王，无。母后，是母后伊，若无就好，遮无恁的代志，带去御花园佚佗。是。王妃，父王明白，
你又搁再伫咧想恁厝咯？王爷，离开故乡已经是10多年啊，音信全无，又毋知影母亲、大哥、大嫂，因现在是变成怎样？这你放心，国王已经有替你想一个真好的办法。你看，看这是什么物件？是鸳鸯的倒影。本王决定要派我亲信的赵成，带这幅的倒影到普天下去找找一个身躯有带玉鸳鸯的人，相信真紧就会找到你狄家的亲人啦。